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嚟到一年一度浸梅酒嘅季節啦，所以就為大家分享一下浸梅酒啦。而材料呢都好簡單，今次就用到呢款九江純舊雙蒸酒，佢100% 純米精釀，酒香濃郁又持久，可以用嚟直接飲用或者炒菜都得。而呢一款黃冰糖係由天然蔗糖陰涼結晶而成嘅，味道清潤香甜，可以用嚟煮餸或者製作甜品都得。首先將啲青梅沖洗乾淨之後，用廚房紙抹乾晒所有嘅水分，再用牙籤將佢嘅果頂挑起，用叉喺果肉上面插幾下，咁樣呢會更加出味。用嚟浸酒嘅玻璃樽，記得用熱水將佢消毒，之後仲要印乾水分添。之後就可以將啲青梅同埋冰糖放入個乾淨嘅玻璃樽裏面，再將雙蒸酒倒入去，啲酒要蓋過啲青梅，然後就可以吸好個蓋，擺喺一個陰涼又乾淨嘅地方，大約浸佢6個月左右就可以飲用㗎喇。梅酒酸甜開胃，米香濃郁，口感又爽勁，真係好啱餐前飲返杯啊！係咪好簡單呢？你哋都快啲嚟試下。好啦，今次講到呢度先啦，下次見，拜拜。珠江橋牌經典傳承。